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新增有一搭徛街呢，这天棚是熊熊绑落来，有一对10多岁的兄妹仔，昨因为安尼来着伤，因的妈妈甲厝头家反映，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去睡着海沙厝。其实根据了解呢，这栋厝早就已经申请自办途径买电器啊，第一届审期去年底有通过，也毋过即马煞因为资金的问题，互中建案规个冻点。 一开始先听到砰的一声，然后最后以为就是单纯撞到东西，然后最后就掉下来了。回来就是莫名感觉那个地方是不是又要掉东西？想到前一天，意外感觉会惊，倒伫面床休困，天崩熊熊落落来，加10多岁兄妹仔得着伤，互老母是真唔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所谓的都更的问题，什么海沙论，那全部都不知道，都是昨天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我们这一些租客才知道。 经消息报了，甲囡仔送病院，头壳肿起来，脚骨碎着伤。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5月31日下晡3点外，徛起阿门土熊熊落落来，甲厝头家反映了后，才发现去租着海沙厝。海沙屋状况应该在20-20年前，应该就住户有多多少少会知道了。自己住的屋子如果有状况，就当然会找水电师傅嘛。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立自建嘛，因为是海沙屋，只要1/2同意，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审议。 永福路这社区总共66户的住户，107年互认定海沙厝了后，多数人同意途径，早对108年就报销申请重建。不过新北市相关局处敢若是第一阶段审查，就到去年底才通过。途径处说明，上大原因就是摕伫的这资金。 同意户在实质面对到真的要去签抵押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抵押品的价值不足等等的这样课题。更是因为还是有找到了建设公司来协助他们补足这些资金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不太想要都更是？对，我不要。我的家里一看很漂亮啊，没有怎么样啊。 大约10外户无关于途径，一来是家己厝内底的状况也无啥物问题，有人是烦恼讲销售大的问题。不过即阵互通知，若是要搬离开，会面临这个裁罚。 我们是有发文要求他们要搬迁啦，不然会处罚啦哈。可是目前社区这边还是有声音是说他们搬迁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还在研议中。根据市府的统计，新北市的海沙厝合并案件总计已经有150案，到即阵已经停用23案。记者综合报道。